乡亲啊，这个监视器嘛要真注意。屏东一个柯先生长期咧关注着中国的资讯战，伊最近发现台湾的中北部有700多支监视器的画面，互藏上网，包括病院的红婴仔室，包括民众徛在门口，甚至是客厅等等。柯先生讲，这互藏上网的监视器，大部分拢是中国籍晶片，意思是骇客入侵系统了后，甲画面直接连接到网络。伊的建议，这个监视器要重新过来设暗号，上届规期的做法就是监视器的系统卖买中国籍，用咱台湾家己的牌子较妥当。门口左边、右边会设定一台对照。未少人会像安尼，伫店面也是伫徛家安监视器。不过有一个长期关心中国资讯战的柯先生，最近发现一个状况，就是台湾中北部有700多支监视器画面被抛上网络。本来要找一些大陆各大城市的即时影像，无意间去发现到，竟然说这个网站上面台湾的有700多支啊！入去由柯先生提供中国网站，看到有几百页的资讯，逐页拢有几个所在是监视器的画面，有人家厝前后门，甚至客厅内嘛有，也有工厂店面甲公园的画面等等。时间都一对准了，被直播了。这画面拢是现场直播，无时差。这个柯先生讲，这监视器拢是中国制，有可能是和黑客侵入，也是内部分享器无关。提出讲，这个当时画面被上网络，这个出来斗的，就是中国籍监视器林小姐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感觉互人伫监视，就变成说大家都没有隐私啊，然后是蛮夸张的。监视器业者表示讲，中国做的虽然呢，得到的天数真简单，也毋过有相对的风险。他们 APP 设计上，它的那个它的风险机制它是比较高的，所以我们还是用台湾制的会比较安全。专家强调讲，除了要买台湾制监视器，嘛要定时入去操控的系统内换密码，才袂好这画面流出去，保障自身的运输。